呢個表咧俾大家有一個大致嘅概念啫。咁而家成交啦，跟住咧之後就攞律師信啦，跟住就約收樓啦。收樓之後咧就要盡快去有啲朋友可能有宗教信仰嘅拜四角啦嚇，拜四角要喺所有嘅工程開始之前去進行嘅。咁另外咧就係要做驗樓嚇，呢個非常重要嚇，因為最近咧都喺高宏苑同埋其他啲屋苑啦有驗樓啦。咁都見到你有啲唔同嘅問題咧，需要大家去留意嘅。驗樓我哋就唔係話淨係睇啲空心磚啊嗰啲嚇，咁有好多結構上，尤其係大家都好關注會唔會漏水呢啲，一定要睇清楚啦嚇。咁叻媽都有係開一啲現場嘅業主驗樓班嚇，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參加咧，都可以聯絡翻我哋去了解詳細嘅資訊嚇。咁我哋亦都有幫大家咧去現場做驗樓嘅。咁另外啦，如果有啲朋友咧係住緊喺公屋，咁可能咧要交還公屋啦嚇，咁所以呢個裝修工程咧就要盡快去安排好啦嚇，同埋執收嗰方面咧都要留意下，有時快有時慢嘅，咁可能會影響咗交還公屋嗰個進度，咁大家要留意啦嚇。另外咧裝完修之後咧，記得要清除甲醛嚇，因為大家咧住入去咧，畢竟喺嗰度生活啊嘛，咁大家都好關注呢個問題嘅。一係咧就打開門窗去通風嚇，一係咧就而家都有好多環保嘅除甲醛嘅方法嚇咁樣。咁希望大家咧可以收到新樓咧安居樂業啦。